多謝主席。咁啊，即係我都欣賞政府即係及時處理咗而家呢個巴士安全帶嗰個條例嘅問題啦。咁啊，暫停咗俾社會有多啲嘅討論，再去處理。咁冇人咧會懷疑而家巴士安全帶可以保障乘客嗰一個初衷嘅。但係實際操作上咧，無論係好多市民或者我親自落去搭過短途啦、長途嘅巴士咧，都感受到一啲細節上有問題嘅。例如好多人講緊小朋友會唔會箍住條頸啦，大肚婆做唔做到啦，孭住書包嘅學生又用唔用到啊？呢幾個問題嘅。其實呢，我覺得你哋可以參考下小巴用嗰種兩點式嘅安全帶呢，其實就可以解決晒呢啲問題啊。咁啊，希望你哋到時上入立法會嘅時候呢，都可以將我哋呢啲意見放翻入去啦。咁啊，另外呢，咁啊講翻大欖隧道啦。咁啊，大欖隧道收費呢，即係新收費呢，都過咗大約8-9個月啦。咁我哋都好想知道究竟而家嗰個嘅車輛嘅分流情況係點啦？朝早同埋唔同繁忙時間，佢嗰個 VC 究竟係幾多啦？咁啊，另外我見路政署都喺度咧，都想問下大欖隧道收費處嗰度改道工程咧，都差唔多成7個月啦。咁有街坊咧同佢哋講咧，朝頭早翻工嘅時候咧，八鄉路去到大欖隧道咧，都其實塞到死啊！有陣時龍尾去到八鄉嗰個牌坊嗰個位置嘅，所以佢都想我代佢哋問下，究竟成個工程幾時可以完工？咁啊，另外咧就係2023年至今實施咗三隧分流啦。咁而家西隧咧，朝頭早繁忙時間基本上咧可以塞到去南昌嘅。咁好多新界西北嘅居民咧都靠嗰條西九龍公路咧就去西隧。咁而家造成都一個幾困擾嘅情況。我想了解下而家三隧分流之後，成個嗰啲駕駛嗰個車流嗰個狀態同埋嗰個分流嘅情況係點樣？幾時會上去立法會大家一齊討論咧？唔該。好，局長。係，多謝張浩峰議員嘅提問嘅。我諗就住係特別係隧道我哋透過收取隧道費作為一個交通管理嘅措施咧，過去咧都好得到立法會嘅支持，同埋我哋都有好詳盡嘅介紹同埋討論啦。咁特別譬如包括三隧分流，以至到後期我哋喺大欖隧道嗰度呢，亦都係有去提出一啲嘅收費嘅方案。咁我哋嘅原則呢，都係盡量以達到有效管理交通啦，同埋呢亦都係可以喺呢個嘅前提下呢，係能夠達至到一個嘅用者自付同埋嗰個嘅收取到個成本作為我哋嘅大原則嘅。咁其實呢，我一陣間都會請路政署署長可以睇下有冇啲數字同大家分析現在嘅狀況，但係整體嚟講呢，我哋都會覺得係達到我哋嘅期望。咁而我哋亦都會咧繼續去留意住有關嘅車流呢，我哋都會喺未來幾個月裏邊呢，有機會嘅話呢，會拎上嚟喺呢個交通事務委員會嗰度呢，同大家會員呢去報告最新個情況嘅。多謝主席，我好快嘅啫，就係大欖隧道收費亭嗰個位置呢，即係清拆同埋改道嗰個工程係大約幾時會完？因為頭先處長未有時間答，唔該。最主要咧，而家其實剩翻咧就係最要拆晒咧，就係嗰個上蓋，即係嗰個本身收費亭嗰個上蓋。咁我哋預計咧可以第三季全部完成嘅。唔該主席。係第三季咁全部拆晒啫，但係開翻條路會唔會係提早啲開翻條路？因為你封咗另一邊，你其實開得條路俾大家行噶啦嘛。主席，其實咧佢路咧就基本上我做完就會開翻，做完就開翻。咁其實第三季做晒咧，其實即係全部開翻晒咁嘅。唔該主席。好啊，跟住張浩峰 OK 嘛？OK，好。